恭喜晒五手龍舟嘅。咁好啦，而家望出去咧，亦都見到係第11場次嘅。咁我哋嘅社團組初賽第3場，有第2線道啟青，第3線道勝利之友體育會，第4線道新浪，第5線道浪之友 A， 以及第6線道嘅南城行嘅。咁啊，亦都準備開賽啦。你見到啲獎咧，嗱 ，Ivy， 我教你睇啊，望出去啲獎嚟晒㗎啦，而家落水就即係已經起步啦。該晒梁美成，非常全程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望出去見到五手龍舟都好平排啦，而家呢一轉真係。第一線咧就冇龍舟嘅，係嘛？第2線就開始啦，第2線係啟青啊，3線係勝利之友，4線新浪同埋5線嘅浪之友，6線嘅南城行，五手龍舟咧都而家係整整齊齊平排咁滯。咁啊，開始打出嚟咧就係5線嘅浪之友，浪之友 A， 2線嘅勝利之友咧都準備起晒鼓啦。咁啊，浪之友咧已經準備咧係作最後衝刺，咁啊以3線嘅啟青同埋勝利之後咧，咁啊爭緊咧第2名。咁但係咧隔離呢一個南城行咧都追得非常貼，咦？睇嚟賽果又有少少變動啦。